全港街市大面積死亡，80%黨位空置，老牌黨主走晒，香港基層民生正靜靜落幕。香港幾十年嚟最貼地、最貼近民生嘅公眾街市，正以肉眼見到嘅速度一大片一大片消失。唔係個別街市冷清，而係全港出現系統性、結構性嘅集體凋零。點解以前日日爆滿、充滿煙火氣嘅老街市，而家會大面積空置執笠？老牌黨主集體離場，點解政府一次又一次救市、減價租，仍然救唔返呢條基層民生市場？今日我會用完整官方數據，真實黨主困境同業界底層邏輯，徹底拆解香港街市正經歷緊嘅史詩級寒冬，睇清呢場冇乜人留意嘅民生大變局，同埋背後普通人正承受緊嘅生存陣痛。好多人平時行過香港啲老街市，只會覺得人流冇以前咁旺，最多感嘆一句生意難做。但真實數據比大家肉眼見到嘅更加殘酷。依家香港嘅公眾街市早就唔係生意淡咁簡單，而係正式進入大批空置、持續蝕錢、結業關門、全面退場嘅死亡週期。如果你由細到大都習慣去街市買餸、幫襯老街檔，感受香港最地道嘅市井煙火氣，呢期一定要睇到尾。今日我唔講空泛觀點，唔吹唔黑，全部用食環署官方數據、立法會公開資料同一線黨主真實經歷，帶大家睇清香港街市凋零嘅8大核心真相，睇明基層民生變化、消費模式重組同城市更新背後嘅殘酷現實。首先俾大家睇一組顛覆認知嘅官方硬數據，直接打破大家對香港街市嘅固有印象。根據環境及生態局最新公開統計，食環署轄下總共有95個公眾街市，當中36個街市空置率超過20%，17個更加突破30%，即係平均每3個檔位就有1個長期空置、落閘停業。最誇張係全港空置率最高嘅5個街市，情況真係慘烈。赤柱海濱小賣亭空置率100%，足足20個位全部清空，冇一間營業。元朗同一街市空置率高達63%，流浮山街市52%，和宜合道熟食市場50%，長達路熟食市場42%。在岸地區拆開睇，蕭條程度更加觸目驚心。港島東係今次空置重災區，9個公眾街市入面，有7個空置率超過20%，其中拆魚涌街市達41%，電氣道街市40%，渣華道街市37%。以前東區最旺嘅民生街市，而家大批檔位長期空置。葵青區一樣嚴峻，葵涌和宜合道熟食市場直情少咗一半檔位空置停業。更加令人唏噓嘅係官涌街市，表面仲有頭掛牌營業，但實際超過80%租戶已經停業，一層層檔位空晒、荒廢晒，鐵閘長期拉低，完全冇晒以前嗰種煙火氣。而正佳街市亦已經喺2026年6月1日正式結業，徹底退出香港民生版圖。可能好多後生觀眾冇乜概念，呢啲街市唔係新開嘅冷門市場，而係全部營運咗10幾20年，承載住幾代街坊回憶嘅老牌街市。赤柱海濱小賣亭2007年已經啟用，20個獨立檔位當年長期爆滿，本地人同遊客都會去。2023年空置率仲只係35%，2024年飆到80%，到2025年直請全線清空，徹底荒廢。有以前日日人聲鼎沸、煙火繚繞，到而家一排排拉低嘅鐵閘、鋪滿灰塵嘅空置檔位，呢種由喧鬧變死寂嘅急速轉變，唔單止係一門生意凋零，更加係香港傳統社區活力同基層市井煙火氣慢慢消失。好多人第一反應會覺得街市執笠空置係咪檔主太懶、經營得唔好？但真相啱啱相反，依家啲街市檔主係全港最辛苦、最捱得嘅一班生意人，但就跌入越做越蝕嘅死循環。呢個先係成個行業最心酸、最無解嘅困境。我俾大家還原一個老街市檔主嘅真實日常，你就知佢哋有幾難捱。街市檔口基本都係家庭式經營，冇雙休、冇假期、冇輪休，每日凌晨4、5點，天都未光就要起身趕去批發市場搶新鮮貨、入貨備貨。朝早6點準時開檔，一直捱到夜晚8、9點先收檔，一日做14、15個鐘，全年幾乎冇休息，日日都要守住個檔。咁辛苦換返嚟嘅，竟然係一年比一年薄，接近歸零嘅利潤。大家唔好以為政府街市租金平，檔主壓力就細。
真正嘅成本結構早就壓到人透唔到氣。雖然食環署喺2023年推出過租金寬減，一次過減50%租金，惠及超過12000個檔戶，但呢種短期紓困根本解決唔到根深蒂固嘅結構性問題。香港公眾街市整體營運帳目已經連續多年錄得巨額虧損，2024至2025年度整體虧損達到7億港元，去到2026至2027年度，食環署用喺街市管理營運嘅預算開支接近12億港元，比上一年度再升5%。政府年年用公帑補貼，檔主年年辛苦做生意都蝕錢，兩邊一齊消耗。更加尷尬嘅係租金調整機制同現實市況完全脫節。過去3年，即係2023年至2025年，公眾街市檔位租金調整幅度只係介乎1.7%至2.6%。不論街上人流跌得幾勁，生意有幾差，租金基本上都係只加唔減，幾乎喐都唔喐。講個最真實嘅一線例子，石梨窩怡合道熟食市場，亦係全港空置率最高嘅街市之一。截至2026年4月底，整體出租率得50%。呢度檔位每月租金由2593港元到6586港元，整體數字的確唔算好貴，但擺喺依家呢個市況入面，就可以成為壓垮檔主最後一根稻草。有守咗好多年嘅老檔主直言，依家城區人口老化嚴重，工業區式微，人流大減，自己每日營業額得1000蚊港幣左右，扣埋固定租金、食材入貨、水電雜費，每日純利基本上係負數，根本就係蝕住嚟做，硬撐落去。依家啲檔主就困喺一個完全無解嘅惡性循環，上游食材來貨價一路升，成本高企；下游市民消費意欲低迷，購買力收縮，檔主又唔敢亂加價，驚趕走最後嗰班熟客，連生意都斷埋。但唔加價，所有上升成本就只可以自己硬食，最後越做越蝕，辛苦到頭都冇回報。頂得住嘅就咬實牙關繼續捱，頂唔住嘅租約一到期就走。呢個就係依家老街市最真實嘅寫照。當然，單靠成本上升、人流減少，仲未足以令成個行業徹底崩盤。真正殺死傳統街市嘅，其實係消費時代嘅結構性巨變。呢個趨勢幾乎逆轉唔到，亦擋唔住，直接令傳統街市由市民買餸嘅剛需首選，變成可有可無嘅後備選擇。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喺立法會會議上亦承認，香港新鮮糧食零售市場已經徹底重組，傳統公眾街市壟斷市場嘅年代正式完結。10幾年前，香港人買餸、買生鮮、買熟食，最主要甚至係唯一選擇就係老街市。街市係真正嘅民生剛需核心，但依家成個零售市場已經完全多元化，競爭方式亦全面升級，連鎖超市、社區生鮮店周圍都有，幾乎每個屋苑樓下都有。買完就走，方便又慳心。各類網購生鮮平台亦全面普及，手機一按就落單，新鮮食材直接送上門，唔使日曬雨淋，亦唔使逼住排隊。平價兩餸飯、連鎖餐飲外賣又全面滲入基層市場，分走大量熟食生意。再加上近年北上消費變成常態，本地民生消費力就更加被抽走。幾重衝擊一齊嚟，傳統街市原本嘅核心優勢幾乎消失晒。以前街市贏在新鮮、平、選擇多，但依家呢啲優勢全部有人取代。超市貨品齊，環境乾淨，營業時間長，網購生鮮慳時間慳力，足不出戶。北上消費更加平，選擇又多。更加致命嘅係，傳統街市嘅經營模式短板，完全追唔上新一代消費需求。老街市大多都係一人一檔，散戶經營，冇連鎖品牌嘅規模優勢同議價能力，入貨成本壓唔低，同時又缺乏統一場景規劃同營運管理，部分街市環境雜亂、動線混亂、體驗差，同依家後生仔女嘅消費習慣完全唔夾。好多人以為翻新街市就可以救返個業態，但現實就狠狠打面。香港仔街市早前完成全面翻新升級，硬件環境的確靚咗好多，結果唔單止冇回暖，反而再出現一輪退租潮，空置率繼續升。呢件事已經證明街市衰退從來唔只係硬件問題，而係消費邏輯、市場格局同用戶習慣被徹底改寫。短期執靚啲，表面翻新，根本扭轉唔到大勢。為咗救街市空置潮，止住結業趨勢，政府其實推出過唔少救市措施，其中力度最大嘅就係2024年5月落地嘅優惠底價競投政策。
目的就係盤活長期冇人租嘅空置檔位。規則其實已經好寬鬆，持續空置半年以上嘅檔位，競投底價直接行到市值租金嘅80%，空置8個月以上再行到60%。如果公開競投都仲係冇人租，就直接轉做先到先得，用優惠底價開放俾市民申請租用。可以話政府已經將租金門檻壓到好低，幾乎係蝕住租，盡力搶反人流。但最後效果仍然好有限，完全唔似預期。優惠政策推行到依家，全港街市空置率仍然高企，結業、空置、荒廢嘅趨勢幾乎冇逆轉。核心原因其實好簡單，食環署管理街市嘅制度本身就有結構性短板，由租戶篩選、租金定價、租金調整、行業種類規劃到續租同終止租約，全部核心環節都有好多規限，缺乏市場化嘅彈性。市況跌，消費縮，但管理模式、租金制度、營運邏輯都冇乜改變，再平嘅底價都只係治標唔治本。官方亦已經認清現實，唔再盲目死守、夾硬續命。對於一啲長期高空置、位置受限、冇乜改善空間嘅街市，政府已經講明會用整合、搬遷、關閉方式處理。除咗已經結業、原址改造醫療設施嘅精街街市，食環署亦計劃喺2027年第一季正式關閉和宜合道熟食市場。前宜安街街市會改建做基層醫療設施，前長沙灣熟食市場就改造成過渡性房屋。以前承載街坊煙火氣、撐住基層民生嘅老街市，而家一個個被清退、改建、關停，變成醫療配套、過渡性房屋同公共設施。呢個唔止係業態更替，而係一個年代正式落幕。將來政府再起公眾街市，都會改變過往較粗放嘅規劃方式，更審慎評估社區真正需要，避免資源錯配、重複建設同長期虧損。講到呢度，好多觀眾可能會問：政府肯減租、肯補貼、肯盤活，點解就唔肯真正按市況大幅減租？呢個就牽涉到香港街市最無解嘅核心痛點：租金機制太僵化，同真實經營困境嚴重脫節，最後變成壓垮黨主嘅另一座大山。好多街坊都有一個誤解，以為政府管理嘅公眾街市租金一定親民，以民生為先。但現實啱啱相反，私人商可以跟住市況、人流同生意好壞，靈活加租或者減租去適應市場。但公眾街市嘅租金機制多年嚟就相當僵化，基本上只加唔減，亦好少真正調整。過去3年，全港消費低迷，人流大減，街市生意進入寒冬，但街市租金每年調整幅度仍然維持喺1.7%至2.6%嘅輕微加幅，從來冇因為市道差、黨主蝕錢、人流減少而真正減租紓壓。無論黨主生意好唔好，有冇錢賺，每個月固定租金、清潔管理費、水電費都要準時交足，幾乎冇減免、換交或者下調嘅彈性。泛商聯會、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多次跟進續租問題，又反覆要求減租、放寬租約轉讓。食環署雖然有聽意見，但真正結構性嘅改動一直未見落地。呢種僵化機制最致命嘅問題就係租金營業額比例一路失控。當整體消費個餅大幅縮細，黨主營業額跌一半，固定成本就1蚊都冇少，租金、人工、食材成本一層疊一層，利潤空間最後被壓到近乎零。問題從來唔係租金絕對數字有幾貴，而係成個行業向下、生意慘淡嗰陣，固定成本完全唔喐，直接鎖死晒所有生存空間。比成本僵化、消費分流更加可怕嘅係香港街市正面對嚴重人才斷層同從業者老化，老一輩捱唔動，後生又唔願入行，成個行業後繼無人，真係去到斷代邊緣。街市檔口係典型重體力、長工時、低回報嘅傳統行業，由頭到尾都靠人手。老一輩檔主好多已經年紀大，體力差，凌晨入貨，成日守檔，收檔後仲要清潔，日日咁高強度做，早就開始頂唔順。但只要請兼職或者請人幫手，本地人工成本又會即刻食晒本來已經好薄嘅利潤，根本負擔唔起。行業數據更加驚人，全港流動小販牌照數量由高峰期超過2萬個，跌到依家大約5000個，整體縮咗超過70%。現時持牌小販接近90%都超過60歲，40歲以下從業者少過150人。照住依家每年都有幾十個牌照因為持牌人離世或者放棄而消嘅速度，
再過唔夠10年，香港傳統街市小販行業好可能真係會消失。依家行去深水埗、旺角啲老牌排檔區，成日都會見到80、90歲嘅高齡檔主，行路都慢晒，仲係死守住個檔。佢哋唔係唔想退休享福，而係一交還牌照，一終止租約，存咗幾十年嘅檔位就可能永遠冇咗，亦冇正常轉讓或者傳承渠道。香港人口老化亦令危機更加嚴重。依家全港65歲以上人口達到175萬，總人口23.9%，勞動人口持續縮減，人力錯配長期存在，老一輩冇力再捱，後生嫌辛苦，工時長，利潤低，唔願入行接班，傳統街市就跌入冇人做、冇人接嘅困局。就算業界多次要求放寬租約轉讓，俾檔主轉俾長期幫手繼續經營，相關改善政策到依家仍然未真正落地。喺所有衝擊因素入面，仲有一個好容易被忽略，但殺傷力非常大嘅變數，就係北上消費變成常態，直接抽走新界街市最核心嗰批客，令本身已經難捱嘅行業雪上加霜。隨住深港融合越來越深，過關交通越來越方便，新界居民北上買餸、買生鮮消費已經由偶爾一次變成日常。尤其係近關口嘅地區，街坊唔一定要留喺本地街市消費，一過關，內地市場食材種類更多，價錢更平，選擇更闊，性價比自然對本地街市造成巨大壓力。每逢復活節、清明、寒暑假呢啲長假期，本港消費力就大規模流走，基層街市首當其衝，受傷最深。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曾經直言，政府計劃試行整體承租模式嘅天水圍新街市之所以優先做試點，其中一個核心原因就係位置近關口，受北上消費衝擊最直接、最嚴重，係今次消費變局嘅重災區。唔止日常生鮮，就連傳統節慶消費都被分流。維園年宵小食檔、傳統節慶市集以前係全年最好生意嘅時段，但依家好多檔主都話北上消費潮搶走咗大批客，再加埋租金壓力，節慶生意真係一年難過一年。環境及生態局其實早就講得好清楚，市民喺公眾街市買新鮮食材嘅需求已經出現永久性、結構性轉變，即係話香港街市面對嘅唔係短期寒冬，唔係一陣淡季，而係整套生存邏輯被重新改寫。以前嗰種煙火旺場未必反得返嚟，舊模式行到盡頭，老檔主一個個離場，舊街市又一批批關閉。咁香港街市將來仲有咩出路？政府已經俾出一個答案，一場歷史性業態改革即將落地，會徹底改變香港街市幾十年嘅營運傳統。呢個就係備受爭議嘅整體承租外判模式。治環署計劃逐步放棄沿用多年嘅政府提供場地、個人獨立競投、散戶自行經營模式，參考內地管辦分離經驗同香港私營街市營運方式，喺新建街市全面推行單一營運商整體承租。政府會先將天水圍、將軍澳第67區、古洞北3個新發展區街市納入試點，計劃喺2026年第3季邀請市場提交意向書，2027年先啟動天水圍新街市招標。3個新街市會喺2027至2028年陸續落成投入營運。新模式核心就係由單一商業營運商整體承包街市，統一規劃業態佈局，調整行業組合，統一營運管理，再按社區需要靈活改動，打破以往散戶各自經營、業態雜算同管理僵化嘅問題。政府認為市場化營運可以更快調整業態，回應居民需要，盤活空置資源，同時提升街市競爭力。官方比較數據亦顯示，現有外判街市同政府直營街市貨品價格未見明顯差距，但呢個睇落好完美嘅改革方案，反而令唔少老街販同普通街坊更加擔心，爭議一直冇停過。一線檔主最驚嘅就係外判商始終要追求利潤，市場化承租之後，整體租金好可能明顯上升，本身已經頂唔順成本嘅小商戶，如果再加租，根本冇能力負擔，最後只可以被逼離場。唔少議員同區議員亦提出警告，擔心單一營運商承租之後，容易形成寡頭壟斷，之後可能出現租金上升、物價提高、業態越來越單一。業界普遍要求政府加入嚴格監管條款，設定租金上限，唔可以俾承辦商將翻新同營運成本全部轉嫁俾小商戶同普通市民，
要守住民生底線。依家成個市場心態其實好矛盾，大家一方面期待新模式可以改善街市環境，救返冷清業態，帶返人流同煙火氣；另一方面又好驚租金同物價上升，進一步壓縮小商戶生存空間，加重市民生活成本。正佳街市結業公告入面寫咗一句：正佳街市將完成歷史使命。短短幾個字已經講盡香港傳統街市嘅落寞命運。嗰啲陪住幾代港人成長、收藏住最樸素市井煙火同無數普通人回憶嘅老街市，正一步一步退出香港民生舞台。回望呢場席捲全港街市嘅史詩級寒冬，從來唔係單一原因造成，而係僵化制度、劇變消費模式、人才斷層、消費客源外流、高企經營成本一齊疊加出嚟嘅結果。舊民生業態已經追唔上城市發展節奏，新嘅市場化模式又充滿未知同爭議。香港傳統街市正正企喺新舊交替嘅十字路口，未來幾年可能會有更多老街市被整合、關停、改建，更多老牌檔主正式退休離場。香港嘅市井煙火氣同傳統民生業態會迎來一次徹底重組。呢個唔只係一門生意興衰，而係一座城市基層生活方式、民生生態同市井文化嘅歷史性轉變。睇完呢期，相信大家已經睇清香港街市凋零嘅完整真相、八大核心困境同埋未來改革變局。如果你身邊都有仍然守住街市嘅檔主朋友，又或者你都懷念香港老街市嗰種煙火氣，記得幫手撳讚、收藏、分享呢條片，俾更多人睇到基層小商戶真正面對緊嘅困境。仲未訂閱嘅朋友，記得撳埋訂閱。之後我會繼續跟進香港民生變局、城市轉型同各行各業深度分析，帶你睇明香港每一次正正發生緊嘅時代變化。最後想問下大家，你覺得香港街市整體外判究竟係重新定終結？新模式真係救得返傳統民生業態，定反而會令老街嗰種煙火氣徹底消失？歡迎喺留言區講低你嘅睇法，一齊討論。